我今日嘅發言主題係抓緊機遇，重視人才培養，將澳門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。早前，本人喺出席澳門演藝人協會新一屆理監事就職嘅時候，聽到負責人嘅一番講話，令我深有體會。佢哋提到協會多年嚟透過凝聚、發掘、培養一批又一批嘅本地演藝人才。過程當中，不但能夠推動產業嘅發展，更加令到唔少演藝工作者喺專業技能與職涯發展上面有所得着。呢個亦都係印證咗社會嘅長遠發展、產業升級，係離不開各界對於人才培養嘅重視、支持、參與同埋部署嘅。而特區政府近年嚟積極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，並計劃於今年內設立政府引導基金，直指培育對本澳經濟有實際推動作用嘅新興產業。而人才係產業發展嘅核心動力。適逢今年係國家15.5嘅開局之年，亦都係本澳35規劃啟動之年。國家15.5規劃明確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嘅一個集聚高地。我哋要抓緊機遇，配合總體嘅發展大局，並聯動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嘅建設契機，期望政府能夠加大資源嘅投入，打出人才培養嘅組合拳，支持本地僱員發展，促進本地培育匯聚更加多高質素嘅產業人才，從而提升本地僱員嘅就業質量。而另一方面，近年嚟勞動市場出現一個鮮明嘅現象，就係唔少求職者因為缺乏相應嘅技能或者經驗，而未能夠可以成功職業配對。本人認為，求職者從0到1係必須經歷過程，而且更加需要適切嘅協助。而喺呢個過程當中，無論係政府、企業、社會以及求職者嘅個人，都有着不可推卸嘅責任。社會應該形成合力，個人亦都需要努力，以達至人才建澳。正如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所強調，要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，完善以創新能力、質量、實效、貢獻為導向嘅評價體系，暢通人才流通嘅通道，促進各類人才競相成長、各展其能。而近年嚟，特區政府喺推動就業輔助與職業培訓平台方面取得咗一定嘅成效，但係隨住1+4產業嘅推進，以及出生率下降嘅結構性挑戰，未來勞動力需要全面提升技能與專業性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從多方面部署，為本澳建立一套完善嘅職業培訓體系。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3點嘅建議：第一，建構一條龍職業培訓體系，建議政府設立人才專業培訓專項開支，整合各部門嘅資源，針對各行各業，特別係具發展潛力同埋重點嘅行業，提供職前培訓、專業認證、就業配對嘅一條龍服務，確保培訓軟硬件嘅配套能夠精準對接就業市場。第二，推動資歷認證機制，加快探索學分銀行與資歷架構，令僱員能夠靈活地將公餘時間進修嘅短期專業認證存入學分帳戶，並透過資歷級別結合培訓，提升僱員嘅學歷水平。同時，依照行業發展需求，制定職業資歷嘅階梯，協助同埋促進僱員向上流動。第三，深化產學結合，強化考證與晉升誘因，建議開拓符合不同行業需求嘅專業或者係職業認證，加大相關考證嘅獎勵力度，同時推動產學結合與帶薪培訓，鼓勵企業將考證成果與內部嘅職級晉升有機結合，從而激發本地僱員持續自我增值嘅動力。最後，期望特區政府喺投資產業發展嘅同時，必須將人才部署放喺同等嘅高度，只有讓產業發展可以人盡其才，確保本地居民能夠喺多元發展中充分參與、分享成果，才能真正達至社會共同富庶嘅一個效果。多謝。